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早起三读通过的疫后特别条例。这个特别条例就包括着普发现金6000块。虽然国民党主张要发1万块，也毋过民进党的提案是发6000，因为民进党立委的人数较侪，所以顺利通过这个特别条例。后个月开始来审预算，也就是讲，民众上紧嘛要到4月才会当摕到6000块。多少店家不在，多少价格已更改。我能体会民众的哀。各项物件拢去价伫立法院，又轻易改变防疫费的名刻，掌声响起。反正即摆物价起了有够凶，所以讲希望执政党若要发现金，唔通干那发6000块。手提手机啊，这个就是民进党党团的总调郭建明，因为那也立委替白啊写是发现金1万块，立言哪会答应？发现金1万块，发现金1万块。国民党立委伫话口号，民进党立委毛动作点出这个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的名，讲要发偌济，这个县市首长会使家己来。国民党发1万，民进党认为发6000就好，条也无共识，只好用表决的。到时表决的情形，哪里拢有现金条例，若2月份通过，那呢3月审查了，上紧4月，民众才领会到。老柯一直讲冷冻期1个月，但他难道不知道吗？这么资深的委员，只要各党团同意，冷冻期可以缩短。所以3月底，老百姓希望越快越好发现金。不是政策买票，更没有空白授权。普发现金的部分，没有人是局外人，人人都领6000元。伫物件接贵时代，政府发6000块，对全民来讲，加减有淡薄帮助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